50幾年啊50幾年。茶餐廳係起源於香港嘅一種獨特嘅餐廳，經過1841年開始嘅英國殖民地統治，港人嘅飲食習慣變得西化，而喺二戰之後，由於經濟發展迅速，市民嘅消費力提升，因此就由大排檔轉移幫襯冰室。冰室早期主要售賣咖啡同西多等等嘅飲品同小食。後來因為競爭激烈嘅關係，再開始售賣中西方嘅各式主食，慢慢就演變成今時今日嘅茶餐廳。喺演變嘅過程裏邊，亦都創造咗蛋撻、奶茶同鴛鴦等等富有香港特色嘅食品。今次我哋就揾嚟翠華同埋文華咖啡冰廳兩間茶餐廳做比較。翠華係一間由傳統冰室演變成連鎖式茶餐廳嘅例子。近年嚟，翠華不斷開設分店，並且成為上市公司，廣為香港人嘅熟悉。但係喺轉型嘅過程裏邊，唔難發現翠華漸漸麥當勞化，只係追求效率，設定既有嘅程序提供服務，以控制食物同埋員工嘅質素，令到翠華失去咗唔少傳統茶餐廳嘅特色。第一，傳統茶餐廳保留唔少香港嘅文化同埋歷史，好似落單用嘅術語裏邊睇得出，喺英治時期嘅餐廳侍應已經識得用聰明快捷嘅方法記低客人嘅食物，例如靚仔等於白飯，靚女等於白粥咁樣。但係翠華已經全面咁樣電子化，包括落單，令到翠華餐廳失去人性化管理，並且出現異化。以往茶餐廳令人嘅感覺係親切同埋有人情味，昔日嘅茶餐廳員工同埋客人互相溝通，工作唔單止為錢，仲係為咗擴闊社交圈子。但係員工因為連鎖式嘅經營，受到既定程序控制，好難同客人同埋老闆溝通，工作亦只會係為咗人工，工作上面亦都唔需要再同客人同埋老闆有良好嘅互動關係。第三，集團式上市令到翠華變成單一化嘅食肆，失去咗茶餐廳多元化食物嘅特色。傳統嘅茶餐廳會根據當日嘅餐廳食材去制定每日嘅餐單，意味住傳統茶餐廳每日都會有唔同嘅食物同埋味道。相反，連鎖式嘅茶餐廳往往將菜令到翠華失去咗傳統茶餐廳每日都提供唔少唔同食物俾客人選擇嘅特色。接手人哋諗晒揾工我唔做啦，啱唔啱啫？啱。我哋接手做下啲啦，70歲嘅時候好旺，你知唔知啊？知啊，90年代係啊，附近好多。電燈公司、英藝廠，嗰度擺滿啲大排檔，一日到黑都咁多人。而家對比，但係唔係我都啱啱見到都，琴日又嚟過都好多學生㗎嘛呢度。學生之後好啊，好少嘅學生。但係而家唔多咩？我見到可能係咪因為附近比較多啲新嘅食肆啊？係啊，好多啲新嘅係咪新嘅？所以無街嗰啲又係新嘅。咁啊，呢度啲行過又係新嘅。好似呢間最好嘅，全香港冇幾多間㗎，1、2、3間頂住。咁
老手一問咧，你朝頭早翻嚟，即係問翻呢度啲歷史。咁你除咗翻嚟呢度開鋪啦，朝頭早係大概幾多點鐘？4點幾啊你？哇，咁早？啲學生到啊，啲學生幾到啊？咁快成群咁嚟咯。跟住就即係我問咗啲夥計，佢話你都比較早走喎。咁你係？係啊，好早收，4點零就收㗎啦，唔做夜市。唔做夜市，咁好。開4點幾係做到4點幾咁講啦，12個鐘頭。但係你體力仲應唔應付到啊？你而家？我啊，係咯，我班叫做有陣時啊走嚟幫下手嘅啫，我班啲統計。但係而家主力都有冇話下一代會諗住幫你頂啊？冇做得咁耐㗎啦，係咪啊？係。你做低日嘅，呢啲冇得傾㗎，做生意。你一唔掂嘅，或者佢起租咁都冇得做。但係你家啲都有陣時都唔係幾掂嘅，冚路都唔係幾掂。比較少。因為點解翻啲火嘅最貴，仲要好難請啱做下，我哋冇做。好晒，好。嗰啲真係飲到瓜老襯，我做到瓜老襯。但係啦，做得一日得一日啦。但係真係冇諗住，我好似你咁樣攞翻熟客嚟接手呢度，即係其他熟客都冇。接手翻都好難，即係點解咧？你家陣因為呢啲小朋友唔準轉，因為佢食飯我想轉俾個女都唔得。佢喺食環署嗰度。轉翻呢幾個就唔會走嗰幾隻嘅，打好啦，咩都肯做啊嘛。你請隻波啲咁啊，做一日又走，做2日走，你死後唔得閒。啲僆仔嗰啲20幾歲咁樣。因為呢啲咁嘅，但係其實我見到啲即係食物嗰方面都。個價錢點解好似冇跟呢個市加得好犀利？冇，因為我啲嘢係咪自己出？自己出嘅。係啊，啲西餅麵包自己出。哦，呢個師傅老細俾翻個椰撻我好唔好啊？一陣啦，走翻時先，係咪自己做啊？自己做。啊，就收工啦，個師傅。呢度冇乜客嘅，啲菠蘿包唔出嘅，朝頭早啊咪出咯。啊！嗰啲一天嗰件啊，搞住佢。有冇話啲熟？有啲熟客喺度。多。係啊。多啲咯。呢個。熟客。你話是而家係咪都係用翻件衫做？有陣時係轉㗎。嗰陣時咧。3個5車站，間又轉咗。自從佢嗰陣時嗰啲茶就好靚㗎，用肉粉、用赤柱，咁啊風扇，好靚㗎。咁啊臨尾冇一包裝，咁啊改咗間時，咁就用啲咩超油，咁啊同埋呢層係。呢隻係啊，用呢隻啊，有啲溝。我啲人用車仔，點解車仔咧？車仔冇乜味。唔係冇味，係腥，臭青。所以啊，永遠都冇味。就2種茶，同埋呢隻，一件3種。咁啊撈，係啊，即個份量咯。得翻轉撈咁都好，最緊要師傅做。如果佢本身嘅基礎都冇茶，尤其是奶又好多。我嗰日走去食雲吞麵，香港仔魚蛋檔咁，家姐佢熟大茶啲鍋茶王嚟㗎嘛，2滴咁多奶，我哋死人啦！我哋一罐黑白奶，6杯水就你又用幾多奶？唔用奶冚佢唔到，因為好溶嗰啲茶。若果唔用奶唔用糖咧，你頂半個月嚟飲，頂唔順。